喂阿 Nick，而家 AI 咁勁，咁我問 AI 買 plan 咪得咯？咁我哋一齊揀份 VHS 睇下有幾幫手啊！呢個價錢應該買唔到佢 so call 嘅無限住院啊、保費最平啊嘅呢個程度。咁但係年費你好難參考，因為個個人年紀唔同，就冇意思啦。我買份醫保，我唔 prefer 自己要俾10萬蚊咁貴啊嘛。喺呢個情況，做得比較好嘅醫保，可能4-5千蚊會比較合理少少。好啊，我哋一齊睇下佢嘅答案啦。一開頭講得幾好嘅，因為年紀、預算、照費級數都真係幾影響個價錢。咁我抵買黃呢隻煲呔啦，咁都係一個幾常見嘅一隻計劃。咁始終佢網上醫保冇 agent fee 咁偏平嘅。咁但係年費你好難參考，因為個個人年紀唔同。例如我近30啦，呢個價錢應該買唔到佢 so call 嘅無限住院啊、保費最平啊嘅呢個程度。咁另外就係個自付費揀咗幾多啦？呢度唔清楚啦。如果我個自付費揀10萬的話，咁其實冇意思啦。我買份醫保，我唔 prefer 自己要俾10萬蚊咁貴啊嘛。喺呢個情況下，咁而平衡啦、專惠利都係一隻幾熱賣嘅產品嚟嘅。咁同樣地啦，年費2800至3000應該好難買到啦。自付費揀到5萬蚊、10萬蚊，如果唔係呢個價錢都應該做唔到。一般做得比較好嘅醫保，可能4-5千蚊會比較合理少少。咁高保障啦，就真係睇佢點定義高保障。而佢呢個 point 啦，雜費上限高達18000呢樣嘢已經比較尷尬。因為如果佢係雜費上限有18000定義的話，呢啲係基本醫療。咁同上面嗰啲比屬於高端啦，或者叫做個上限去到500萬，但係需要俾自付費嘅。咁好明顯上面嗰啲有幾百萬保障全數 cover，會係高保障過佢 so call 嘅雜費上限比較高啦。跟住手術費用啦，保障高呢個又係難啲定義啦。爆煲其實如果佢雜費得18000爆硬煲噶啦，因為小朋友發燒，跟住做一啲嘅化驗去 check 邊隻菌，嗰度已經講緊幾萬蚊，冇可能18000蚊搞得掂啊！咁所以呢個其實佢話高保障真係尷尬啲啊。呢度我覺得佢講得 OK 嘅就係高自付，保費比較平，但係未必適合年輕嘅，因為後生本身個保費已經偏平㗎啦，即係比起年紀大，所以其實後生保費比較平嘅情況下，自付費應該要揀翻低少少嘅。咁而低自付啦，保費貴係啱嘅，但係適合有儲蓄嘅客戶呢樣嘢又比較難去定義。咩叫有儲蓄咧？儲幾多咧？反而我會真係睇多少少佢個 background 啊、家庭崗位啊、收入開支啊呢一啲去到睇翻佢合適咩自付。房嘅級數就普通房的確係最平，但未必最多人揀。通常買得保險就係想住私家，住私家就會想舒服啲。應該半私家房咧會係多啲人去做選擇嘅，因為個價錢可能如果以翻5-6千蚊嚟計，未必爭1000蚊到，即係 around 10-20% 左右嘅差價，你就係普通房同埋半私家嘅級別。是否全數賠償呢個定義都啱嘅。標準計劃平嘅有上限啦，而且係每個類別每個項目會計錢啦。靈活計劃多數 full cover 啦，有某啲嘅項目佢都會計個上限價錢嘅，即係每一年可能10萬啊、20萬啊，或者每個 item 都會有分嘅。咁所以唔可以一概而論，係啦。但係的確如果有全數保障嘅話咧，份 plan 會 cover 得舒服啲嘅。係啦，呢個我都認同係一個重點嚟嘅，因為其實買 plan 咧唔只係個客或者買嗰個要問，反而更加多嘅就係個顧問需要知道你嘅以下嘅呢啲資訊。我哋啱啱都一齊睇完，其實大方向都答得幾好噶啦，亦都提示咗我哋有唔少嘅地方係需要注意嘅。最後都仲識得問我哋多少少背景資料去俾更加準嘅答案。咁係咪靠 AI 就碌得卡俾得錢呢？係咪喺選擇入邊揀一份最平嘅就啱呢？我哋一齊睇落去啦。咁其實買 plan 之前有3大 point 我一定要知，而 AI 係未問晒嘅，少一樣都揀唔到啦。咁第一樣 budget 啦，佢係有問到，所以 OK 嘅。第二樣佢都識得問下有冇公司嘅醫保或者意外保障，咁所以呢度都 OK 嘅。而第三同樣重要嘅就係本身有冇長期病，有冇 claim 過或者做過手術嘅記錄，近5年又有冇做過 body check，呢啲資料係會直接影響到你買到定係買唔到。花一花咗就唔係你揀 plan，係 plan 揀你㗎啦。咁其實除咗3大重點之外，其次嘅家庭崗位、經濟能力、工作職業等等嘅背景資訊，我都會想知道嘅，因為呢啲都會影響到揀咩計劃、咩範圍係比較合適。不如我哋繼續同 AI 做 case study， 睇下佢又俾啲咩答案啦。當我係一個35歲嘅一家之主，收入都靠晒我㗎啦，做體力勞動嘅工作，公司冇咩福利，一年預可能6000蚊到啦。好彩有副好身體，咁佢都俾到一啲啱嘅方向我嘅，主要嘅保障都係避免大病一鋪清袋，所以揀一啲有自付嘅 flex 會比較好。但資訊就有少少錯啦。如果我嘅年紀買一份2萬蚊自付費嘅，價錢起碼都4-5千蚊以上。
冇理由淨係計個 discount 價，淨係俾頭一年錢㗎嘛，係咪？喺呢個 case，除咗醫保之外，我都會進一步去建議考慮埋意外保嘅，因為一年都係爭1至2千蚊左右，但係實用性會高好多。工作係體力勞動，可能工程類嘅工作環境都容易拉親整親，有一定危險性。配份意外保喺事故發生嘅時候有1至2萬蚊嘅醫療 cover， 可以好好咁樣分擔得到醫保自付費嘅部分。由跌打針灸到大小嘅意外入院開支都做到基本嘅 cover。所以揀份 plan 就好似揀營養餐單咁樣，唔同身體狀況都有唔同嘅配餐需要，了解咗所需先揀到一份啱嘅計劃，最後先至確認得到去俾錢嘅。其實做耐咗，我會覺得大家太將 focus 擺喺邊間平同埋邊間應該買嘅地方。正如我去老麥落單都唔係睇邊樣最平㗎，而我更加期望嘅係個餐要夠飽，味道 OK， 出嚟嗰件貨對得翻張相咁就最正啦。所以買前嘅準備係需要嘅，但買後嘅服務質素先係最重要。而家好簡單，上網投保就可以揀到好多好高性價比、好吸引嘅選擇，直接碌卡俾錢買單㗎啦。但買完又點呢？有事又可以點安排？即係到出院出事嗰陣時，係自己要碌爆卡先至等保險 claim 翻，定還是係處理好事前嘅文件，100幾廿萬自己唔使俾，硬腳空手就可以出門？其實一個盡責 agent 喺個客出事收到電話嗰一刻，已經會幫你安排好醫生，揀好專科，入院做好申報，安排好出院嘅免找數，陪住你整個程序，醫好身體嘅同時，亦都照顧你心理上嘅不適。但係呢度我都戴翻個頭盔先啦。作為顧問嘅我，都希望每個客身體健康，份 plan 只係攞嚟開門口，唔好咩都試晒。所以唔可能所有奇難雜症都試過 claim 過，未必下下可以即刻俾到答案你。嚟緊我做少少 case sharing 啦。咁一個新生 BB 幾個月大，自然抵抗力會差啲啦。一發高燒，阿爸媽肯定緊張又騰雞。問 AI 點算，佢實係叫你去睇醫生㗎。但現實係去邊？排乜嘢？政府會唔會等好耐？依家又會唔會貴到聽唔到？仲有冇嘢要準備呢？作為顧問嘅我，呢個情況其實一早預咗要發生。一收到電話建議，梗係即刻衝入私家睇急症啦。入院嘅時候講翻份醫保有包大房就 OK， 可能住翻2至3日院，好翻留院觀察多1日。出院嘅時候準備好文件，影好晒 backup 交俾我去處理。我嘅經驗就可以帶到俾佢哋知呢個情況預咗會點樣處理，預計會使幾多錢，流程上點樣安排，成件事就會有個預期。咁喺同一個情況退咗燒出院之後，阿 B 呢次出診喎，成身出晒紅點，點算呢？係咪又要即刻去醫院呢？你影咗相交俾 AI， 去到講翻嘅情況，佢都會同你分析一下可能係咩病，俾到一啲啱嘅答案你嘅。好似呢度咁，佢講得出係玫瑰疹，亦都講到可能有其他嘅方向。答案就俾咗你，但係都係叫你睇醫生啦。咁之前其實我都同兒科醫生了解過嘅。小朋友就成日都有唔同嘅病啊、發燒啊，咁其實呢啲都係代表緊身體打緊仗。更加重要嘅係小朋友嘅狀態係點，例如會唔會高燒唔退啦，精神都唔 OK 啦，會唔會絕食、勁屙、勁嘔、口氣氣促，呢啲出現就真係即刻要睇醫生啦。而小朋友6個月去到2歲嘅範圍，退燒之後出診，飲食同精神都健康嘅，咁其實最符合就應該係玫瑰疹嘅情況。冇其他唔舒服嘅，其實觀察翻3至4日就會自然退晒，可以多啲注意同埋自己觀察下先嘅。所以一個盡責嘅 agent 或者顧問就唔係淨係口頭上嘅軍師，而係落場同你打每一場仗，一齊去面對每個不安。咁大家啱啱睇完，應該都了解到 ChatGPT 或者係唔同嘅 AI 今日或者短期內啦，未應付得到嘅部分。與其用 AI 問答案，其實用佢哋嚟做 fact check， 幫我哋把關會更加好嘅。真係想用 AI 幫手打個底問定先嘅，我準備咗個 prompt 俾大家，令 AI 可以俾到更加準確嘅答案做參考。而如果覺得 AI 未 ready， 或者真係想有一個真人去俾專業意見做 service 嘅，我哋 iFast 平台可以為大家提供免費嘅 insurance 同埋 investment 嘅諮詢，做好資產嘅規劃同埋退休嘅策劃。歡迎大家跟住呢個 prompt去填翻你嘅資料去問 AI， 睇下 AI 又幫到你幾多。呢度係講你百子櫃，又同大家試服，大家覺得 AI 取代得到 agent 未呢？覺得呢條片好睇嘅，幫到你嘅記得 COS， 試下留言俾啲意見或者 topic 我一齊繼續解服討論下啦。拜拜。